列治文市中心 Atmosphere 盛世豪城發展項目停工大約5年之後，300份預售合約終告取消，訂金亦都將會退還。有地產業界人士就認為，現時獲退還訂金嘅買家反而可能有更多置業嘅選擇。梁家善嘅報導。呢個項目位於3號路同 Elder Bridge Way 交界。自2020年融資方 Romspan 停止注資之後一直停工，現場只剩低挖掘後嘅深坑同圍板。卑斯上訴法院早前裁定融資方違反貸款協議，法院委任嘅監管人現正處理訂金退還事宜。業界人士指出，現時係買家市場，項目喺2019年推出嘅時候，售價大約為每平方英尺980元，對比地理位置相近，去年落成嘅另一個項目，價格差距唔大。睇翻嗰啲嘅啱啱賣翻出嚟啲價錢呢，一房就1050蚊到1100蚊一尺。兩房大概係1030至1050蚊一尺，咁所以其實雖然即係講緊樓花係咪2019年嘅價錢，其實到而家嚟講，因為啱啱個價錢有回調啊嘛，所以其實係可以喺而家呢個市場嗰度再買翻佢哋想要嘅嘢咯。業界提醒，購買樓花之前應該調查發展商背景同財務實力，了解項目有冇涉及訴訟，並透過地產經紀協助審查合約細節。咁項目地皮未來又會點樣發展呢？業界人士透露，曾經有大型發展商考慮收購，但係因為一開始嘅加息，到現時樓花市場疲弱而作罷。所有係所謂爛尾盤嘅話，佢都掘咗咁大嘅窿，都使咗好多錢落去。咁其實都會有發展商計數，睇下佢會唔會慳到幾多錢嚟 take over 嗰個 project 係再起咯。咁但係而家個樓市慢，因為發展商係其實pre-sale 樓花嘅話都好難賣嘅而家。列治文市政府表示，建築許可證已經準備就緒，等待申請人繳費以及解決工地安全問題之後，就可以重啟工程。新時代電視梁家善報導。